这边一开始先来看亚洲冬季运动会好消息。台湾女子出兵选手陈映德伫咧出兵拼进100米的决赛当中，是拼到铜牌。这也是咱台湾参加8届冬季运动会以来第一块奖牌。 这几年从童星转到出兵的出轮溜冰选手陈映德，比赛进程互教练评估有机会摕奖牌。伫竞速出兵女子100公尺比赛，伊排第7组出发，甲日本选手共组竞速，最后10秒51的成绩成通过终点。伫所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，暂时排名第一。虽然后来陆续互2个南韩选手超过，不过最后摕铜牌，甲金牌选手差不多0.07秒，也是台湾过去参加8届亚冬运以来第一摆徛起颁奖台。在女子冰球复赛，台湾队第3战对决强敌南韩，这场比赛关系是毋是能维持晋级决赛的机会？第一节南韩火力全开，拍入全队第一球，不过台湾猛将齐祖廷全力守住对手进攻，也让台湾队有信心，伫第2节继续找找反击的机会。 这一摆后场清球出来向前上18号叶慧珍，一打至到门将头前，真水拍入这一球，双方1比1。这一球互全队的气势弄起来。门将齐祖廷继续发挥，前2节有54摆射正，全力守住53球。 到决胜时阵，台湾女将依然是防守反击，南韩继续是猛烈攻势。这摆南韩队攻势到台湾球门后边，第一摆无拍入，搁拍第2摆，裁判最后启动电视辅助判决，认定进球有效。南韩队搁一摆摕到1球领先。2分钟了后，台湾女将到门前顺利入球，搁一摆满平战局，不过2比2平手，特别进入延长赛。不过南韩队最后2分钟一直找机会，最后15秒上演绝杀，拍破台湾大门。最后台湾2比3输给南韩，吞预赛第2摆无缘晋级前4强。不过也互观众看一场惊险刺激的比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